今日嚟到銅鑼灣世貿中心6樓 Mr. Dick 食自助晚餐。入門口左手邊已經見到好多甜品啦，啲款式都好精美，真係數一數二嘅選擇啦。鍾意食甜品嘅朋友一定唔會放過啦。俗語有云，食甜品係用第二個胃，就算食到幾飽都好啊，都一定會留返個肚再食甜品。而嗰啲甜品呢，其中嗰啲款式有香蕉班戟、麵包布甸、泡芙、豆腐花、焦糖燉蛋、糖水，真係數之不盡啊！壽司都係有好多嘅款式，刺身貴嘅選擇都好豐富，有三文魚、油甘魚、赤貝、紅蝦、甜蝦、虎蝦、八爪魚，冷盤就有長腳蟹、青口、翡翠螺、蟹鉗、甜蝦，生果都有幾個款式。呢度啲紅白餐酒係任飲噶，仲有咖啡同埋果汁，仲有無粉皮雪糕啊，又有椰子燉雞湯，有和牛，嗰啲燒味都唔錯噶。另外仲有天婦羅，有一啲熟食啦，冬菇鮑魚仔、炒意粉、咖喱牛腩，同埋有啲炒飯啊、蔬菜嘅食物，燒牛肉同埋和牛嘅檔口呢，都好多人排隊啊！啲生蠔呢，都係即開即食嘅。呢度仲有畫碟啊，可以幫你寫上心意嘅字句。碟上高仲有心太軟，真係太多美食啦，完全唔可以盡錄啊！食物方面都好新鮮，同好多選擇，座位都坐得好舒服，服務員都好友善啊！如果座位係坐喺窗口嗰邊，仲可以望到維景。呢度晚市嘅自助餐係分開2個時段，第一段係5點至到7點，第二段係7點半至到10點。而我今晚揀咗個時段呢，就係食7點半去到10點，478蚊一位，再加1。呢度都有 lunch buffet 食噶，時間係12點食到2點半。星期1至4日價錢就係282蚊。星期6日公眾假期就係372蚊。我認為呢一度食嘢都可以再 encore 啊！佢呢度啲沙律呢都好新鮮啊，未嚟過嘅朋友都可以不妨一試。呢度啲食物水準都好高，所有食物都好出色啊！呢度仲有海膽手卷啊！不過呢度有少少不足嘅地方呢，就係喺埋單嘅時候，職員冇問到客人有冇儲 point 嘅積分，跟住離開咗餐廳之後，醒起未儲分，於是返轉頭返上去揾職員，職員話儲分要去2樓先儲到㗎，之後要落返2樓儲分先可以離開商場。希望呢一點餐廳都留意返，可以提返客人啦。多謝大家嘅收睇啊！未訂閱嘅朋友都快啲訂閱同俾個 like，請你哋分享呢條片出去啦！喵。